主后2024年9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坚定顺服上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27章第19第9节。约坦继位的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。伊的老母叫做耶路撒，是撒督的查某囝。约坦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照伊的老爸乌西亚的所做去做，不过无亲像伊的老爸入去上主的殿烧香，人民的所做犹原败坏。约坦去上主圣殿的上门，伫耶路撒冷的五腓力扩建城墙，搁伫犹大山地起城，伫墙栏内起要塞甲守望台。伊甲阿文人的王交战，得到胜利。迄年阿文人进贡银3400公斤，大马甲小马各1000公吨。第2年、第3年嘛安尼进贡。约坦渐渐强盛，因为伊坚定顺服上主，伊的上帝。约坦其他的事迹、战争的记录，甲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以色列甲犹大列王史。伊继位的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。约坦转去伊的列祖遐，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囝阿哈斯煞接伊做王。坚定顺服上主。犹大王约坦是乌西亚王的囝儿，伊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。在位的期间，约坦效法因老爸所行的一切，行做上帝眼中看做正确的代志。甲伊的老爸无共的事，不过无亲像伊的老爸入去上主的殿烧香，表示约坦无像伊的老爸乌西亚遐尼骄傲自大。伊并无模范祭司的职权。约坦治国期间，加强军事防务和经济发展，互国家日渐强盛。这是因为伊坚定顺服上主，伊的上帝。伫圣经中，关系约坦的记述并无多，也无讲到伊有偌伟大的事迹。但是咱会当对约坦的信上学习坚定忠实的信仰功课。上面坚定忠实是上帝的属性之一。伊捌讲，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，我的话绝对会实现，袂落空。我的话会完成我的计划，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。对历史来看，上帝的应允毋捌落空，伊的话语也袂白白倒转来，的确会成就。另外一方面，坚定信息这个属性也伫人的身上，因为人是照上帝的形象创造，这个属性显现出来的品格就是坚定忠实。基督徒的坚定忠实，应该是伫日常生活的言语甲行为，拢顺服上帝的话语。每日灵修是基督徒的义务甲权利，顺服佮实践上帝的话语，就是基督徒对上帝坚定忠实的行动。主耶稣是咱学习顺坦上帝话语的最佳典范。伊伫3个试探中，拢用上帝的话语赢过撒旦。伫12个受难的路年，主耶稣相信天父上帝的应允，因为安尼坚定忠实顺坦上帝的旨意，一步一步向前行，落尾赢过死亡，赢得胜利。有一位牧者分享，伫
伫伊牧会期间，捌遭受核心同工陪伴，安尼的锥心之痛，互伊对牧职萌生退意。迄段时间，伊持续灵修祈祷，求主引带。有一日，伫灵修中，伊心内雄雄浮现一个意念：耶稣减也毋是遭受学生的陪伴，但是耶稣犹原忠心完成天父所交付的使命，行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付出性命完成救赎的计划。顿时，伊感觉见效无地味，因为伊只有想要赶紧摆脱痛苦，却袂记得上帝交付伊的使命。伫咱的信仰群体中，也有因为生活过了无顺遂，人际关系冲突，导致伫信仰上滑倒的人。甚至咱家己也捌拄过安尼，总是坚定忠实的品格会当帮助咱，互咱伫逆境和挑战中信靠上帝，持守信仰原则。当咱相信上帝信息的应允，坚定忠实，顺服伊，专心倚靠伊来面对每一个挫折和风暴，上帝的祝福就的确会临到你我的生命。默想圣经中关系上帝应允的记载，对我有甚物启发？耶稣基督是咱的模样，伊的倒一寡教导提醒我坚定忠实的重要。坚定忠实顺服上帝，互我伫生活和人际关系顶面有得到甚物款的帮助？圣经中关于上帝应允的记载对我有甚物启示？耶稣基督是咱的模样，伊的倒一寡教导提醒我坚定忠实的重要。坚定忠实顺服上帝，互我伫生活和人际关系顶面有得到怎样的帮助？咱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甲怜悯，今仔日还甲我同在。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，时时聆听你的声音，顺服你的旨意。就算伫困难试炼中，也会当忠实跟对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